渴望住在你的殿中，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，在你同在里，我信心了满溢。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，我主我王，永远要敬拜你，赞美耶稣，我的灵魂只爱是你，我愿跟随你，一生都不偏离，在你同在里，我信心了满溢。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，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，在你同在里，我信心了满溢。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，我主我王，永远要敬拜你，赞美耶稣，我的灵魂只爱是你，我愿跟随你，一生都不偏离，在你同在里，我信心了满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共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12章1到14节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清早的时刻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专心攻读聆听你的话语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不只是明白圣经的道理，更能看见自己的生命。若我们曾经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人的方法，求你提醒我们重新归向你，学习信靠你，等候你，仰望你。求你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何西阿书12章1到14节。第1节，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捕风捉影，他们当中诡诈，暴行不断增多。他们跟亚述订条约，又拿油进贡埃及。上主指控犹大人，他也要照以色列人所做的报应他们，惩罚他们。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，就开始跟他哥哥以扫争斗，长大后又跟上帝抗争。他跟天使摔跤得胜，哭求天使祝福他。上帝在伯特利遇见我们的先祖雅各，向他说话。这位就是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他要被称作上主。所以雅各的后代啊，你们要归向上帝，要实行不变的爱，伸张正义，始终等候你们的上帝。第7节，上主说，以色列人像迦南的商人一样不诚实，他们惯用2样的天平欺诈顾客。他们说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发了财，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。我是上主，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我要使你们再住帐篷，像当初在旷野会见你们的时候一样。我向先知说话，使他们看见许多异象，又借着他们警告我的子民。可是基列仍然充满罪恶和偶像，那些拜偶像的人都要死亡。他们在吉甲向公牛像献祭，他们的祭坛要变成荒野中的石堆。先祖雅各逃难到美索不达米亚，为了娶妻，他在那里替人家放羊。上主差派一位先知到埃及去，把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解救出来，照顾他们。可是以色列人激怒了上帝，他们的血债要归他们身上。他们藐视主，所以
他要重重地惩罚他们。今天经文分享的主题是归向上帝才是正途。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工作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、未来的问题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们会想，我要怎么解决？我要找谁帮忙？我要用什么方法？有没有更好的策略？我要怎么靠自己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好？其实这些想法本身没有错，但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想到我要怎么办，却忘记问主啊，你要我怎么走？何西阿书12章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人生真正的正途不是越来越会靠自己，而是越来越懂得归向上帝。以色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想靠自己。何西阿先让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。第1节说，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捕风捉影，他们当中诡诈暴行不断增多，他们跟亚述订条约，又哪有进攻埃及？当时的以色列面对亚述这个强大的国家，他们害怕，所以想办法跟亚述结盟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去寻求埃及的帮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一方面怕亚述，一方面又想利用埃及。他们到处寻找政治上的靠山，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却忘了，他们真正的依靠应该是上帝。所以何西阿用了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，吃风，追赶东风，就是你努力了半天，最后抓不到任何的东西，你一直追，但是永远追不到，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奔跑，跑了很久，却没有真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这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的人生呢？有时候我们很忙，每天都很忙，工作很忙，家庭很忙，服侍很忙，我们一直努力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停下来，才发现到底在追什么呢？我到底是在追求上帝的心意，还是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感？我是在寻求上帝，还是在寻求人的帮助？我是在依靠神，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？上帝用雅各提醒以色列，你曾经也是这样。接下来何西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雅各。第3节说，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，就开始跟他哥哥以扫争斗，长大后又跟上帝抗争。为什么何西阿要讲雅各？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，甚至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而来。所以当上帝借着何西阿提到雅各的时候，其实在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回头看看自己的祖先。雅各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会想办法的人，他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，他用方法取得长子的名分，他用计谋得到父亲以撒的祝福，后来离开家乡，到舅舅拉班那里。我们看到雅各一生很会计算，很会规划，很会抓住机会，很会保护自己，但问题是他很会靠自己，却不太会等候上帝。所以雅各的人生中有很多抓住长子的名分，抓住祝福，抓住财富，抓住自己的利益。可是有一天，雅各终于来到一个他不能再靠自己的地方，那就是雅博渡口。雅各真正的转折，从抓住变成抓住上帝。雅各在雅博渡口遇见上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那里与一个人摔跤。那一个晚上，雅各经历了他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。他以前一直想抓住东西，但是那一天晚上，他开始明白，真正需要抓住的不是祝福本身，而是赐福的上帝。所以雅各对上帝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以前的雅各，我要得到祝福；现在的雅各，我需要你。以前他相信，只要我有能力，我就可以解决问题。现在他开始知道，上帝，我需要你。所以何西阿书12章5节说，这位就是万军的统帅上帝，
他要被称作上主。然后第6节非常重要，所以雅各的后代啊，你们要归向上帝，要实行不变的爱，伸张正义，始终等候你们的上帝。这就是整段经文的中心。上帝不是要我们回到过去，而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。何西阿书12章9节，上帝提醒以色列，我是上主，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我要使你们再筑帐篷，像当初在旷野会见你们的时候一样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上帝是在提醒他们，你不要忘记我是谁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厉害，我们能够走到今天，有上帝的恩典；我们能够有今天的工作，有上帝的恩典；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生命，甚至我们今天还能够来到教会敬拜，这都是恩典。所以上帝不单纯叫我们回到过去，他是在说，回到我这里。归向上帝不只是回教会。什么叫做归向上帝呢？归向上帝不只是星期天来教会，也不只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，更不是只有我们需要的时候才来找神。归向真正的意思是重新把我们的人生方向转回上帝。我们原本走自己的路，现在转回来问上帝，你的路在哪里？我们原本照自己的意思，现在开始问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原本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现在开始学习主啊，我相信你。所以归向上帝其实是一个方向的改变，不是只改变我们在星期天主日礼拜的1个半小时，而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。以色列最大的危险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有能力却离开上帝。何西阿书12章继续责备以色列。第8节提到，他们说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发了财，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。我们会发现，以色列人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，他们有财富，有政治手段，也有国际关系，有自己的计划。表面上看起来，他们好像越来越成功，可是上帝却指出，你们以为自己成功了，但你们已经失去我了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，因为人生最大的危险不一定是失败，有时候反而是成功了，却离上帝越来越远。工作越来越成功，但是祷告越来越少；收入越来越增加，但是奉献的心越来越少；生活越来越稳定，但是对神的依靠越来越少；能力越来越强，但是越来越不需要神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表面上是在往前走，其实我们正在离开上帝。真正的信心是在看不见答案的时候，仍然等候神。何西阿书12章6节最后说，始终等候你的上帝。这句话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神，而是我们等不及。我们祷告1个礼拜，神没有回答，我们就开始自己想办法。祷告1个月，事情还没有改变，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没有听见。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处理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候神也是信心的一部分。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，等候是我可以努力，但我不取代上帝。我们可以计划，但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。我们可以努力工作，但我们不把工作变成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寻求人的帮助，但我们知道真正的依靠仍然是上帝。何西阿书12章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，它也是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现在真正依靠的是谁？是上帝，还是我的能力？是上帝呢，还是我的存款？是上帝呢，还是我的人脉？是上帝呢，还是我的经验？我们需要诚实的问自己，主啊，我真正的依靠是你吗？第二个问题，我现在正在追求什么？我每天这么忙，
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更多的钱，更多的成就，更多人的肯定，更好的工作，更高的地位，这些都不是错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取代了上帝，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？因为如果我们追求全世界，却失去了上帝，那最后我们得到的可能不是祝福，而是空虚。第三个问题，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归向上帝？也许我们不是离开教会，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离开神。我们还是祷告，但是祷告变成例行公事。我们还是读经，但是神的话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还是服侍，但是服侍里没有爱。我们还是在走，但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。今天上帝透过何西阿书对我们说，你当归向你的神。总结今天读经的心得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快，而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人生不是比谁走得最快，也不是比谁最成功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我们走的方向对不对？如果方向错了，走得越快，反而离目的越远。以色列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走，一直想办法，一直寻求政治上的帮助，一直累积财富，一直依靠自己的能力。可是上帝说，你们回来。今天上帝也在对我们说，你回来，不要再一直靠自己，不要再一直抓住自己的计划，不要再一直追赶那些不能真正满足你的东西，回到神面前。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环境完全没有问题，而是即使环境还没有改变，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掌握了所有事情，而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在他的手中。真正的祝福也不只是我得到多少，而是我有没有得到上帝自己。今天的金句分享，何西阿书12章6节，所以雅各的后代啊，你们要归向上帝，要实行不变的爱，伸张正义，始终等候你们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正在迷惘，归向上帝；如果我们正在困难中，归向上帝；如果我们正在等待答案，归向上帝；如果我们正在成功的时候，更要归向上帝。因为靠自己也许可以走一段路，靠人的方法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但是只有归向上帝，才能走在真正的正途上。愿我们每一天都重新把人生的方向交给神，不是主啊，求你祝福我的计划，而是主啊，求你带领我走你的道路；不是主啊，让你来帮助我完成我的意思，而是主啊，让我的生命成为你旨意的器皿。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懂得归向神、倚靠神、等候神的人，因为归向上帝才是正途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要常常归向你，信靠你，等候你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抓取与掌控，把工作、家庭、未知和一切的重担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你亲自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合乎你的心意，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，更能活出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归向你，因为知道你的道路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正途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